第一步，接獲投訴後，記錄詳情，包括單位地點、時間、噪音性質及投訴人的聯絡資料，以便日後跟進及備案。第二步 ，Control 及保安主任安排人員到單位視察。第三步，到現場巡查，核實噪音來源，確認投訴是否屬實，並辨識責任單位或源頭。第四步，有禮貌地接觸發出噪音的住戶，解釋收到投訴，並提醒有關既定噪音規例，請其合作降低噪音，過程務必保持冷靜與中立。第五步，若經口頭勸喻後噪音仍持續，應立即將事件轉介予客務處，由客務處決定下一步行動。第六步，回覆投訴人案件已跟進或已轉介。第七步 ，Control 及保安主任根據同事的相片及記錄資料，製作 Incident Report 或 Job Card 作跟進。與各方溝通時需保持冷靜、禮貌及中立，有效協助緩和局面。不可承諾即時解決或提出超越權限的保證，必須按機制逐級升級及記錄。所有跟進步驟及通訊必須記錄於備簿及 Incident Report 內，確保有完整備案及問責。